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全新一個 U Online 嘅節目，叫做適者生存啊！適者生存大家都明白啦，點樣適應呢？就難啦。你一定要好了解社會嘅改動，你唔同地區有唔同改變。最近睇到啦，好多國際嘅問題，打仗啦、tariff 啦、關稅嘅問題啦，又或者希望你做 COO 啦，你 country of origin 嘅問題嘢啦，你做生意已經開始有好多樣嘢嚟影響到你嘅。你要做一個改動，要睇住個時勢。突然今年個 currency 問題，突然今年呢度又打仗，或者突然今年又會禁運呢啲，突然呢個國家又話要同嗰個國家合作，有啲地方又唔同咗嘅。現時嘅國際嘅情況已經變到開始好政治化嘅嘢，所以做生意大家要諗清楚，因為你做開嘅生意突然下個禮拜要改動咗個 tariff， 你入晒啲貨要加晒啲關稅，好危險。我成日覺得而家喺國際嗰個政治同香港都唔同，香港反而就好穩定啊，因為已經冇大家一齊要改變佢嘛。但係反而外國就好多嘅競爭啊，好多嘅事件發生，令到有啲好強大嘅國家想做一啲嘅手腳，令到大家咧要 follow 翻佢嘅模式嚟做。有啲就唔係嘅，經濟嘅環境之下，佢加你稅，好似最近我哋做啲 EV 嘅車去到外國要加咁重嘅稅，呢啲係好大嘅政治影響嘅元素。而家政治好多時候影響嘅元素好多同經濟會息息相關，所以我哋要做嘅嘢會唔會盡量係做國際外邊嘅市場？大家要考慮一下啦，因為好多嘢你要適應咗，好多時候呢啲咁嘅危機都要好多嘅大公司有一班嘅人，我諗嗰啲叫 risk management 咧，危機管理嘅部門啊，會唔單止就係睇你個客嘅問題或者地區問題，而家個政治都會列入咗喺其中考慮之列。所以我覺得大家要做為咗將來嘅發展咧，希望就做一個小區啲，或者喺香港多啲。因為第一樣嘢，你香港做嘢嘅時候，你已經冇咗個 currency 問題啦。第二樣嘢，亦都冇關稅嘅問題啦。第三樣嘢就係你轉變啲容易啲、快啲啦。所以阿 Sam 做一個 U On Live 嘅平台，係俾好多人考慮下，會唔會將佢現時做嘅生意慢慢地改變，要適合咗而家國際政治嘅轉變得咁快，而我反而喺翻香港做呢？所以我覺得小區經營係大勢所趨嘅，特別係一啲如果我嘅成本唔係好多，我要將我個成本減低，例如你嘅租金或者你係嗰個叫請人都好，或者 transportation cost 都好，反而留多啲你嘅資源嚟發展你同人與人之間嘅關係，了解多啲你人與人之間或者附近周圍嘅 supply and demand 嘅平衡度，嚟做出你自己一啲嘅改進。我覺得咁樣做法會俾大家睇將來嘅嘢會睇得好啲，因為呢幾年嚟講，大家都唔知道，特別係某幾個國家已經開始亂晒大龍嘅。咁我哋會唔會繼續去某啲好 high risk 嘅國家嚟發展呢？我覺得大家要有小心呢個模式，因為當佢一定決定咗之後呢，我哋香港一個小公司係冇乜可能會改變咗佢啦。嗱，今日如果大家對以上嘅題材有咩意見呢，可以可以 send email 俾我哋，係 info@uonline.com 啦。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